要互防疫单位会当了解到确诊者相关的行踪、接触史的 TOCC 系统，目前有法定传染病通报系统甲简讯实连接这两个。不过，就团体来指出讲，确诊者可能会世界惊大，靠县市政府互相通知，上惊的就是会闹交起。希望中央政府赶紧来改善。目前记录确诊者旅游史、职业接触史甲居住信息的 TOCC 风险评估机制，包括法定传染病系统甲简讯实连接两个系统。但是目前会使透过传染病系统知影信息的，敢若有通报确诊者的县市政府，甲确诊者住的县市政府。但是确诊者走去别个县市做工课等等，这个县市其实是无法度知影的。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那个恩主公那一案啊，对啊，因为他是跨县市的工作、就医跟居住啊，因为3级封城就是没有真正限制大家移动，病患已经确诊的话，能够让全国都知道，尤其是卫生局相关单位或是各院所都知道的话，是比较好的啦。联评讲，目前两个 TOCC 系统的资讯，就靠知影资讯的县市主动通知其他的县市。不过，既然资讯拢伫咧中央手头，照理应该由中央政府整理了后，发送予相关的县市卫生局。一个县市传一个县市，恐惊有闹交也是严重的问题。因为大家其实都自动化、电脑化了，在问诊的时候，大概就是有一个蓝图，就是一个骨干线出来了啊！你从头到尾一直这样问下来，那就花很多时间的。联评讲 ，TOCC 是疫情当中上重要的资料，希望行政院的长方政务委员会当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记者联络长方，但是长方也未提出回应。联评讲，希望长方会使来说明，这个技术是毋是有困难，所以无法度来做。无奈疫情以来遐尼久，拢无法度来改善。记者郭碧君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